鑊鑊金攝影大哥係地獄黑仔王。嗱，反日就變反中，一班文明嘅公安哥哥梗係頭痛啦，係嘛？見人都以為係強國暴徒啦吓，好似呢位香港南華早報嘅攝影哥哥咁啊，真係無辜到爆啊！至少食咗公安6棍。前晚呢返到香港之後，個鼻仲流緊血啊，陰公變咗阿凡達咁款添。唔單止個鼻骨裂啊，仲腫到眼都擘唔開添。我淨係覺得好似睇緊電影咁咯。突然間有班人衝埋嚟就揼你，跟住揼完你就散開咯。嗱，佢被打壓呢都唔係第一次噶啦。08年採訪京澳嗰陣就已經俾公安叉頸罰跪，扣留咗6粒鐘添。去到09年2月同埋今年5月，諗住又去澳門採訪下5一遊行啦，又唔俾入境喎。唉，佢都算係新聞界嘅，人人都叫我做地獄黑仔王啊！哈哈哈哈，要有張好啲嘅相，你就一定係行到最近先影得到啊！嗱，無辜嘅呢，唔止 Felix 啊，唔知係咪未能活捉阿蒼井空啦吓，班粉青就殺到火遮眼，係咁殺錯良民，好似屈臣氏大佬喂，100% 係成哥旗下港資噶啦吓，班粉青一樣唔放過啊吓，長沙一間日資百貨嘅 Rolex 專櫃靚錶珠寶搶晒咯。嗱，呢間鋪頭就明明係韓文噶嘛，大佬都避唔開啊！喂，係咪有認知障礙嘅呢？法國嘅家樂福裏面嘅嘢呢，就俾班粉青收歸國有。仲有啊，連麥當勞叔叔，喂，大佬佢美國霸權啫吓，反日又關佢事嘅咩？真係拗爆頭都諗唔明咯〜